伊入来房间，甲窗仔关起来，去时阮还咧困。我看伊敢若看病的款，身躯疲疲准，面色青顺顺，走路慢甲敢若叮当一个都会疼的款。你有安怎无 ，Sharks？我头疼，你上好去眠床倒。毋免，我诚好。你去困，等我衫穿好，倒去看你。毋过当我来到楼骹，看到伊也穿好衫裤，坐踮芦荟边啊。即个9岁的查甫囡仔，看起来破病甲真艰苦。等我甲手摸伊的头舍，我知影伊在发烧。你去眠床困，我讲你破病啊。我诚好。伊讲，等医生到位，伊甲囡仔磅体温，挂悬。我问医生102度。到楼骹，医生开3种无共色水的卡素药啊，搁有安怎食因的解说。一种是退烧的，另一种是下药，第3种是压制酸性的生命。流感病毒伫酸性体质才会生炭。医生解说讲，伊敢若食捌流感，讲若是无悬过104度，就无啥物通烦恼的。这是小可流行感冒，若无反正到肺炎，就无危险。返到房间，我甲囡仔体温甲逐摆食药仔的时间写落来。敢爱我读册互你听？拢好，那你袂。囡仔因讲，伊的面色白苍苍，目睭四处泛乌，伊定定倒伫眠床，看起来精神放外外。我读一本 Howard Pyle 写的海贼的古册，毋过我看伊无咧听。你有较好无 ，Sharks？我问伊，到大腰共款。伊应讲，我坐踮床尾，做我读落去，若等搁要食的药仔的时间到。照讲，伊早就爱困入眠啊。毋过当我抬头，看到伊目睭煞定定上对床尾，面色真怪异。你哪会毋顶困？食药仔时，我会甲你着。我甘愿精神。过一困啊，伊甲我讲，你毋免伫遮顾我，爸爸，若互你地劳烦着。我哪会多烦？毋是，我是讲你毋免伫遮，我惊讲会互你劳烦着。我想讲，伊凡说是小可头前底细心。11点钟到，我互伊食医生开的药仔了，就出门去听一阵仔。即天出日头足悬的，落细粒雨过的涂骹，看条颠动的路边，车的小外变了了的树仔、矮树丛，粘错过的矮树丛，规个草坡甲光溜溜的涂骹，拢互变色看甲真涩涩。我带 Irish Setter 狗仔伫我颠动的溪仔路边停一阵仔，毋过涂骹若无力咧，骨溜甲徛袂在，搁歹徛甲。即只红毛狗哪厝哪骨，煞挂倒2摆，一摆搁摔甲真忝。我倒转到厝，厝内人讲，迄个囡仔毋准因啥物人拢袂使入去伊的房间。恁袂使入来，伊讲，恁袂当互我话着。我来到伊面头前，看伊倒伫遐，要是我出门进前同一个姿势，一束仔拢无振动过，面色青顺，毋过因为发烧，喙皮泛红，目睭紧紧，甲进前共款，要是伫相对床仔尾。我望伊的体温，外悬，差不多100度。我讲，度针看是102.4度。迄是102度。伊讲，啥讲的？医生，
你的体温正常。我讲，无啥物通烦恼的。我无烦恼啊，伊讲，不过我无法度想。莫起想。我讲，免惊啦。我无咧惊，伊若讲，若直白，若为着啥物代志先挂对田，配滚水甲药仔食落，你讲食这敢有效？当然有咯。我坐落来，甲海贼古册掀开，开喙搁读。毋过我看伊还是无咧听，所以就当咧。你想讲什么时阵我会死？伊问，啥？就是过偌久我会死？你袂死？你到底是安怎啊？啊是啦，我会死。我听伊讲是102度。人发烧102度，袂死啦。莫讲遮讲话。我知影会死。伫法国读册诶时阵，遐个囡仔捌甲我讲，你若44度就袂活日，我当是102度。因为早起9点，规工得等死。你即个讲啥？我讲，戆甲有剩，迄就像讲原理甲公理，你袂死啦。迄是无共的度针，正常的，因遐度针是37度，就是咱遮度针的98度，敢真是咧？千真万确。我讲，就亲像原理甲公理，你想看觅，若准咱赛车，0到70原理是偌济公里？好，伊应一声，随家伊相对沉尾的目神夸夸放电梯，路过，伊白暗的心神嘛放电梯。这边讲，伊规个人凉凉爽爽甲，连碰着无影无景的小看台都爱头家。